继续来看，伫咧台北大巨蛋忠孝东路4段这边的大厅，才有画自行车道。不过有民众反映讲，这涂骹的态度伤骨啦，若是落雨的时阵，就会变较足骨的。从去年到今，就已经有44个人伫遮跋倒，而且有民众骑U bike过去，嘛厝冷，衫若破去，脚头乌嘛乌青。 脚踏车是真侪民众代步的工具，有民代表示接到真侪民众投诉，大巨蛋头前的忠孝东路4段边仔的脚踏车路真骨，敢若112年至113年，都有44个人骑车跋倒去，民众骑U bike跋倒去，飞出去2-3公尺以上，衫破过着空，脚头乌嘛乌青，指甲搁长去。 当时那个保全看到我的时候，他就说：“哦，那你很幸运，在那个地方经常有人摔跤，然后起来常常是满脸的血这样子。”来到大巨蛋边啊，骑脚踏车的民众表示，态度的灾情，若是落雨天，确实较会厝倒跋倒。多少会啦，这种地砖还是有之前滑过，但是大部分下雨天不太会去骑。会稍微有点，就是轮子会有点打滑。上下班车流比较多，我们要闪的时候。 民代提出数据表示，大巨蛋地震检验风骨数据，敢若0.73至0.74，无达到脚踏车路风骨的标准。呼吁远雄应该甲大巨蛋脚踏车路做风骨材质的改善。体育局表示，当初无规划脚踏车路，是后来才画起的，会甲远雄交工处讨论改善的方向。远雄到写稿进前是无做回应。近期呢，我们会来跟交工处、远雄做现场的会勘，改善这个 防滑的措施来去做一个探讨跟一个改善的一个讨论。另外，艺人周杰伦大巨蛋演唱会要伫12月7号举行，民代嘛点出架物柜欠缺的问题。大巨蛋周边的架物柜共92架，场馆内60架，捷运国父纪念馆站32架。以周杰伦演唱会一场37500人来算，平均400多人抢一架。 衍生出像是有违规摊贩的一些问题，就把这一些行李呢全部都堆积在大马路上，这样的状况几乎都是乱象。议员建议应该增加全市公用场所架物柜的数量，伫台北通增加架物柜地图，方便民众查询。各伫架物柜点悬净色监视器，警方加强巡逻，防止变做治安的漏棚。记者综合报道。